我喺日本住咗11年啦，係第一次啦，有一個念咧喺我個腦中閃過。咁作為一個咁中意日本嘅人咧，竟然咧喺過去1年咧，我個諗法係有所改變。嗰個職員竟然咧係成 X 字形咁同我講話，放晒出嚟㗎啦。點知咧就俾一個日本大媽故意咧就撞跌咗嘅。當我睇完呢個 post 之後嘅感覺就係，老實講呢種情況經常都有，一啲都唔出奇。咁帰りママ久しぶり YouTube 撮影した。ほんまか。ママ録音。どのテーマと思う？わかんない。ママ香港帰りたい。なんでや。俺も一緒に帰る。ほんまに？はい、ほんまに。いけるかい？いける。こんにちは，大家好，歡迎大家收睇我嘅 channel 啦，我係愛織。咁我咧就住咗喺日本咧11年嘅香港人嚟。咁呢個 channel 咧主要就同大家咧分享咧我喺日本嘅真實生活啦。咁呢啲全部咧都係旅遊節目，係唔會同大家講嘅事情。如果大家咧對日本真實嘅一面有興趣嘅話，記住訂閱我個 channel 啦。今日咧想同大家分享嘅就係我住咗喺日本大阪啦11年，竟然咧係最近咧有一個念頭喺我腦海閃過，就係我係咪要離開呢個地方呢？咁首先咧同大家講咧，我唔係要唱衰日本啦，唔係叫大家唔好嚟，叫大家去討厭日本嘅。我只係想分享咧，我喺過去嗰1年咧自己嘅心情啦，或者嗰個諗法咧都改變咗好多，咁亦都有好多經歷啦，好想同大家分享下日本真實嘅情況係點樣嘅。咁當然啦，喺日本我都有好多好開心嘅事情嘅。咁我記得咧喺11年前啦，又係2月份啦，新年嘅期間啦，咁我就準備執行李嚟日本啦。當時心情梗係充滿希望啦，同埋係好高興啦，同埋咁樣識到我而家老公，咁佢對我非常好啦。咁另外咧11年覺得日本真係最好嘅制度，的確係醫療制度，因為咧真係好平可以睇到醫生。當然我哋要供呢個社保啦。咁但係真係我去攞藥咧，個零禮拜都係千零，唔過2000yen。咁同埋醫生俾你嘅藥同啲藥房係完全唔同嘅，就算即係嗰個藥名係一樣啦，成分咧係有少少唔同，同埋咧自己食過就知，藥房嗰啲咧係即係會好發散嘅，令到個人。咁另外最後一樣嘢，當然大家都係同我同樣嘅諗法，日本好多美食，有好多好玩嘅地方啦，咁所以放假咧可以周圍去玩啦，呢個咧都係住喺日本嘅好處。咁咧我同大家都冇分別，係非常之中意日本啦，當日本係鄉下啦。我未嚟日本之前，咁我細個亦都係住過東京2年嘅，因為爸爸工作嘅關係。咁作為一個咁中意日本嘅人咧，竟然咧喺過去1年咧，我個諗法咧係有所改變，因為咧不論係自己嘅工作啦，另外就係啲社會嘅風氣咧，令到我覺得日本改變咗好多。咁我相信咧，如果大家有嚟旅行啦，或者係即係住咗喺度好幾年咧，都應該會有我同樣嘅感覺嘅。如果大家咧都有一啲即係經歷啦，想同大家分享嘅話咧，隨時咧可以喺我下邊咧留言。咁首先講工作啦，想講係人工真係好低。咁低咧，其實我未嚟日本之前都知㗎啦。但係低唔緊要，但係你同個工作量咧係唔成正比咧，係。所以我自己咧嚟緊呢1年咧，可能喺工作上咧會有所改變，可能會轉做 freelance 啦，會做一啲 part time 先啦，嘗試一下。咁如果有睇開我 channel 嘅人咧，應該都知嘅，因為我做開民宿。咁我民宿咧喺2年前即係賣咗盤啦，咁就冇再做。咁之後都有人叫我不如你試下做 freelance 啦，或者自己買個民宿咯咁樣。咁但係咧，我第一咧冇咁多資金去投資民宿啦。第二就係咧，如果我當時就開始做 freelance 嘅話，我就覺得可能會俾人話，你冇嘗試過做日本大公司啊，你唔了解日本啊，等等等等啦。咁我就好想自己去挑戰下究竟會唔會有日本大公司請我咧？咁當然最後都係有啦。但係真係咧辛苦到咧一個點，即係唔做過你係唔知。咁咧之前咧同大家分享過嘅，如果大家未睇可以去翻嗰度睇啦。咁咧最近有朋友咧嚟日本同我傾偈咧，原來佢完全係唔知道咧日本人嘅人工係咁低。其實咧平均啦，普通文員收入咧都係20至25萬yen左右嘅啫。好少少嘅平均高啲嘅啦，就有30至35萬yen。咁如果你話去到40萬yen已經係管理層階層㗎啦，40以上嘅話，講緊咧只係1萬零蚊港紙。但係呢個數咧仲要係未扣稅嘅喎。跟住我個
朋友咧就聽到之後，哇！原來人工喺日本係咁低，但係點解咧啲日本女仔咧可以着得咁靚嘅咧？其實日本咧有好多穿搭嘅介紹啊，即係你唔需要話好花費好多錢啊，即係只要你穿搭夠好咧，你買 Uniqlo 啊、GU 都可以着得好好睇嘅。呢一方面咧係另外個話題啦，有機會同大家分享啦。咁咧我最近咧睇到啲即係 SNS 啦，日本嗰啲議員咧，佢講咗幾多人工，一個地方嘅議員啊，只係得60萬yen，即係講緊3萬蚊港紙。大家同香港比較，香港嘅議員係幾多錢？仲有呢個數字咧係未扣呢一個社保，未扣稅嘅，大概係你整個人工啦，20至23%，就視乎你人工幾高，人工越高咧個稅率係越高，呢個係累進稅。假設咧你人工係30萬嘅話咧，最終咧你即係踢多啲啦，我哋叫做踢多啲，即係得到手嘅話24萬左右。咁當然啦，仲有交通費，另外嗰啲加埋咧就會多少少。咁但係你都係要即係坐車翻工噶嘛。我當初嚟都知道係日本係低人工，但係咧即係扣下扣下，即係覺得吓唔係啊嘛。你會嗰個工作意欲咧越嚟越低啦，加上你工作真係好辛苦，係辛苦到一個點咧，就係你放假咧邊度都唔想去咯，連拍片都拍唔到，所以我停咗拍片咁耐啦，真係唔好意思。因為真身體真係好差，搞到個人好唔舒服啦。總之就咁喺過去5年啦，日本嘅通脹率係升超過10%。一般打工仔嘅人工咧，根本咧就好難應付到一個家庭嘅開支，咁所以咧唔係淨係我咧覺得日本嘅人工低，連日本人咧都有咁嘅諗法。咁好多以前咧結咗婚啦，專心喺屋企咧做主婦嘅媽媽咧，都開始出嚟做副業啊，或者 part time 幫補家計。跟住之後咧，就想同大家講咧一個令我最大有呢個諗法嘅事情咧，就係而家日本整個社會氣氛咧都變化得太大啦。尤其是啦，大家都有睇新聞應該都知啦，而家日本嗰個政治環境啦都有好大嘅即係改變啦。咁有好多政黨出嚟啦，開始為即係日本嘅市民去發聲啦。因為日本人個習性就係咧，佢唔滿意啊、唔開心都唔會講忍。佢唔會好似我哋香港人啊或者外國人咧，唔滿意咧就會發出嚟啊講啊咁樣嘅。但係我發覺而家現實社會係改變咗好多。其實講到而家日本政府收緊咗好多對外國人嘅政策，表面上對外國人好似非常之嚴厲，但係我覺得咧完全未嘗係一件壞事。因為老實講啊，近年嚟咧真係有一部分嘅外國人咧嚟到日本之後又唔守規矩啦，甚至連最基本嘅法例啦都唔遵守，生活嘅禮儀都唔尊重。咁當呢啲情況越嚟越多嘅時候，日本嘅社會自然就會開始有反應。而最可惜嘅就係，明明有好多外國人啦，其實都好努力咁生活，但係咧最後都會因為呢一部分嘅人嘅行為咧，而一齊咧俾日本人咧貼上呢一個麻煩或者一啲比較負面嘅標籤。所以你咧會發現而家日本社會對外國人嘅態度咧，某程度上咧真係冇以前咁友善嘅。咁當然啦，我唔係話全部日本人都係咁，絕對唔係啦。因為其實都仲有好多日本人係好好啦，好有禮貌，好願意幫外國人嘅。但你嚟到日本嘅時候，我相信你都會感受到成個社會氣氛都慢慢變咗啦，就好似多咗一種防備感啦，或者一種距離感。甚至乎有時會感受到一種比較冷淡嘅態度，所以以下咧我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啦，我喺日本生活時候真實嘅經歷。咁我最近有幾個親身經歷，因為我媽咪咧即係新年前咧嚟就揾我啦，嚟大阪。咁行街嘅時候咧，我試過去商場啦，咁就睇衫，咁就想睇下有冇其他顏色。我同我媽咪梗係講廣東話啦，咁我見到職員咁嘅同佢講日文啦，咁我都有禮貌去問嘅，我都講話先乜聲。嗰個職員竟然咧係成 X 字形咁同我講話，放晒出嚟㗎啦，咁樣講，我放晒出嚟㗎啦。咁樣咯，跟住咧又好冷淡嘅態度，擰翻轉個頭。但係我當然冇話佢講啲咩啦，咁我就即係好無奈同埋好失望咯。點解會即係變成咁樣？咁另外有一次咧去Outlet啦，買波鞋，我媽咪咁咧俾錢嘅啦，已經去到。首先當然我哋問佢有冇免稅啦，佢話呢啲冇乜免稅㗎咁樣。跟住之後好咁冇免稅都算啦，照買啦。咁跟住佢話你唔做會員唔買得㗎咁樣。即係好惡咯，咁我就即時話好啦，咁我做會員咯。咁即係佢唔知我住喺日本啦，咁我即時就即係登記啊，嘟咁樣入晒啲自己地址啊資料買。咁後尾我用日文同佢溝通咧，佢先態度有少少轉變，好少少啦。
最近咧網上有條片咧都俾人傳得幾厲害嘅，就係講咧有個外國人啦嚟到東京啦涉谷咧，就同佢個女咧喺斑馬線度影相，點知咧就俾一個日本大媽故意咧就撞跌咗嘅。當我睇完呢個 post 之後嘅感覺就係，老實講呢種情況經常都有，一啲都唔出奇。咁當然啦，唔係話我咧成日會企喺呢個馬路影相。咁首先咧就唔好講咧嗰個遊客咧企喺馬路影相啱唔啱先。咁首先站喺一個咧外國人啦或者一個遊客嘅角度去睇，如果當我同我屋企人啦或者朋友一齊嘅時候咧，咁經常會俾人撞嘅機會率咧係80%，咁唔一定淨係喺呢一個斑馬線嘅，可能係喺呢一個大型商場啦、超市啦或者一啲即係交通工具裡面嘅，明明條路好闊嘅，硬係要撞下你個袋，撞下你隻手。尤其是即係我都話係同我屋企人啦或者朋友講緊廣東話嘅時候，就最明顯會發生。好啦，唔好講我係我個人嘅身份啦，咁我住喺度，我翻工嘅時候冇人講嘢嘅，戴住口罩冇人知你係咩人嘅。咁喺翻工嘅時候咧，嗰啲撞人族咧就唔係因為國籍而撞你嘅，係因為咧好似要發泄佢自己身上嘅壓力咧，而周圍撞人嘅。咁當然啦，咩情況咧佢會揾位去撞你咧？就係當佢見到有啲人咧耷頭睇手機啊，或者不位嘅時候咧，就會撞你啦。尤其是好似我呢啲咧女士啦，咁行下試過真係唔為意咧，成個公事包車埋嚟我隻手度，真係痛到飛起，我大叫啦，冇人會理你噶，啲周邊啲人都覺得好似冇乜嘢咁樣。當然啦，外國人咧，我自己覺得咧，有部分咧，的確係唔抵幫嘅，都唔遵守日本人嗰個文化啦。我覺得咧，嚟到日本一定係要入鄉隨俗，因為日本人民族性比較強啦。你唔入鄉隨俗，佢哋咧真係會踩坑啦。台灣人叫即係旅行，你唔識講日文都唔係問題，但係你嚟住嘅話，你唔識講日文，咩叫識講日文咧？就係唔係生活咁簡單，而係普通你去一啲政府機構啊，或者銀行啊等等，你都可以自己用日文去處理到咧。唔係嘅話咧，其實你喺度住咧，的確係哇，尤其是一年咧，個歧視情況真係非常之嚴重。我指嘅歧視就係你冇做錯任何事，但係咧，佢哋都用一個好冷淡啊、好唔禮貌嘅態度去對待你咧，我就覺得係有歧視嘅成分咯。咁當然啦，日本唔係全部即係服務業都咁差嘅。譬如我同媽咪去剪頭髮啦，同埋去植呢個眼睫毛咧，嗰啲職員都好好咯，好 service。就算知道我媽咪係外國人咧，佢哋都冇話特別去講啲乜嘢或者黑晒面啊咁樣。大家又點睇咧？可以留言分享一下。我有呢個念頭係一念咁樣喺我個腦海飄過，但係咪真係會離開咧？我覺得係基本上係冇乜可能可以離開，因為我老公咧係唔可以喺香港生活到啦，同埋佢真係好傳統日本人啊！佢淨係識講日文，又唔識講英文，又唔識廣東話。我諗佢要適應其他地方咧，我相信佢都會好辛苦，亦都唔想去咁樣啦。咁其實講真啦，我嘗試下喺工作上咧個模式改變下啦。咁我相信咧嗰個壓力咧會好翻好多啦。咁今日分享係咁多。如果大家咧繼續想知多啲咧日本嘅真實生活咧，記住咧訂閱我嘅 channel 啦，同埋俾 like 我啲片啊。下集再見，拜拜。